然后而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只因为你的坚持，那些事情都可以承受。你不知道你的力量到底有多大。有时候因为追求梦想，然后还是很感谢很多朋友，这一路上的帮忙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们等12月18号，好不好？18、19母语演唱会，接下来去法国，然后接下来歌迷成立大会，哇，好多事情，好充实哦。我的通告也是很满的，虽然都是自己排的。我希望大家也是一样，给自己一点希望，给自己做事情的热情，给自己一点机会，你会得到，真的会得到很多。最后一首歌，他会吵到隔壁邻居一样，但我还是很想要教你们唱一首阿美族的歌，这样一句话就好了，很简单，当做学法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学法文。这是阿美族的传统的唱法，一个人领唱，其他人答唱，答唱的会给领唱者的力量，所以领唱者的旋律就会有不断的变化。那你们学答唱的就好，就是同样的一句，不断的反复就可以。我教你们唱的。请我的那个要去法国的海选的那一位歌手，小兵有没有？去哪里了？喝开了。快点，工作了。来，他教你们，我当领唱，他唱答唱，你们就跟他学唱一样的。啊呜哎呀哎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嗨呀哦嗨呀。教简单的哦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来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8个字而已哦，里面有3个一模一样，你们不会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，好不好？加油哈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来。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啊呜哎呀哎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都要唱哦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自己哦，好不好？都要唱哦，来喽。啊呜哎呀哎呀哦嗨呀，炸！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啊嗨呀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呜哎呀哎呀哦嗨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。啊呜啊嗨呀，哦咿耶呀，哦嗨呀咿呀哦嗨呀，啊咿呀，呜啊嗨呀，呀那咿呀哦啊，哦诶，哦啊咿呀，呜啊嗨呀，呀那咿呀哦啊啊。